这真正拿了学个，学着不得人家什么，学过的来学语，特定的路途的嘛吃学音，你们开始这名字讲讲吃音，名字的什么吃呢？别些好苦意思嘛，这什么听都呀，这名字讲讲你们开始吃音，这特定的名字的嘛吃学音，名字同步的可能音学呢。刚音啥去了？我那就初一那了刚音啥去了个哇？我的刚音啥的了？家里人分的了我是呢？困难是呢？刚音啥的了？我就刚音，初刚音这个话生活困难是呢？初刚音，手不刚音，那身体困难，手不刚音，我的刚音啥的考下呢？这个我说，我同步的刚音去，你我的搞不啥的搞不是呢？你喜欢。这个的搞不是的喜欢说的喜欢是的，我让做初步平时搞不有那着，初步他们了搞不有那着，我喜欢爸爸，我爸来了搞不有，我喜欢妈妈，我妈妈来了搞不有，我喜欢这个东西是俺的这那的了搞不有，是我的喜欢啥的可我讲的这个的，样我做我不啥的，说不定我不老呢，在的学费我不啥的人，我的早说了，很早时间说谈的学费我其他的也是早，西巴的可能意思呢，接了啥的，我说接嘛应当啥去了，我的了，忙吧应的，将来是呢，忙吧了，将来我学习什么，忙吧了啊，落准起音，我这。将来我去忙吧了啊，注意。名字我的可能是呢，明白，俺都这啦明白才我老说吧，可能明白才我老说吧，旧说的明白了旧是呢明白，这个东西很旧的，你这啦的明白起来的，这个衣服旧了，你这种的明白起来都是，我的旧是呢明白啥的，现在打不下去。主播的打不了呢，主人，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谁？你看过的看到是谁？啥的啦？我的看过的看到是谁呢？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谁？我的主人是呢打不下的人。林巴的南都堂啥的？我这样写的贴过人的呢，偏头不有的。南都堂是呢机场。宁波尔机场在哪里？宁波尔机场在哪里？是呢？体育的那么多可爱有的，体育的那么多可爱有的是宁波尔的机场在哪里？机场是呢？那么多王家，当然他是王家啊，他有权利啊，看了王家而大，他有很权利，看了他在你给可说了，王家全部有大啥的权利是呢王家。对吧？国的蒙西啥的，他康贝这点以内的，康巴呀蒙西呀那一点康贝我这点说了，我的了蒙西的，然后那老乡谈不起人，就刚刚那蒙西做吧，蒙西啊我说了，我的了这头很多了我说，基础是那蒙西，他学习基础很好。看老兄的蒙西，基础是蒙西，他的学习基础很好。看老兄蒙西，我知道都是，你这些蒙西啥的基础，就把的面看了就，样长满那个的话，他好苦了。我的面看啥的音乐是那面看，音乐在哪里？面看可不有的。音乐在哪里？面干可不有的，他就记吧的哑吧，这啦哑吧，没哑吧，特别哑吧，我到开始结尾呢哑吧啥的了，我的了借是呢，借东西是呢，这啦哑吧，借钱是呢，没哑吧，借钱是呢没哑吧，借东西是呢，这啦哑吧，借房子看不哑吧。我的借啥的，你也别从他的。